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让我们一起在安静的里面，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来领受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有一颗圣洁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单单来到神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更多的仰望神，更多在灵里面的感动，看见我们生命的需要。主啊，在这世上有许多让我们人无法理解，当人的智慧有不足的时候，唯有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自来拣选我们，亲自再一次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样式，学习在这世上为主你发光发热，做光做盐。感谢赞美主，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神你的恩典的祝福。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我们再次从头。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再次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对我们说话。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至极，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一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至极，直达到你宝座前，为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这个时候，牧师要邀请你，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为台湾这片土地来祷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政权，许多的政治人物，当他们开始用不同的手段，用不同的声音来诉说，为要能够为公义而来守护这片土地。但我们相信，我们要守护这片土地，是需要靠主的能力，是需要在神的面前求主亲自掌权的大能来掌权，让我们的所做的工能够得蒙神的喜悦。我们一起来为台湾这片土地来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让我们的教会能够在祷告里面
操练我们与神的关系，让我们不是靠着情绪，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来建立教会，我们乃是在神的面前要更多的祷告与委身，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谦卑的样式，来为主传递福音。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呼求，主啊，让我们的灵，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你所用。主啊，我们晓得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愿主你再一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大大的来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晓得我们在国家，在台湾看见世界许多的动乱，有许多的战争，但我们晓得神你是掌权的主，你必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再次让我们台湾这片土地的国人，让我们能够时常透过祷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口，靠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来掌管，来管理这片土地。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更多的祷告，让我们学习倾听主的声音，让我们明白我们为要服侍主乃是神你的拣选的工作。我们要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顺服，更加的愿意在神你的面前得蒙神你的喜悦。主啊，恳求你将一切不属神的再次挪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圣洁的样式，来得蒙神你大大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生命，一生为主你所用，来荣耀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以你心事，你必垂听信实的主，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自己，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啊，你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相信你是信实的神。在我们在服侍你的道路上，或许我们会遇到伤痛，或许我们会遇到冲击，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我们凡事都要在神你的面前
相信神，你必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晓得我们的灵里面或许有软弱，但是我们要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而得以刚强壮胆，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一起用诗歌来敬拜神。我们是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灵再次大大的充满我们的生命，安静我们的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邀请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用奉献来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心意跟预备，也让我们透过会行动的生命来见证神应许的祷告，应许我们的祝福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何等的丰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用行动的祷告，用祷告的生命，用奉献的生命来回应主。谢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把我们的心奉献给主。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与耶稣，我今完全献于你。救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在这边，牧师要来做我们教会的相关的讯息的报告分享。在我们明天是妇女福音主日，那也欢迎每一位姐妹朋友。如果你愿意能够一起来参与的，我们在今天晚上7点半会做诗歌的练习，明天早上我们8点半也会一起做练习，还有侍奉的工作的调整。在明天我们一样有小组聚会也邀请每位弟兄姐妹能够踊跃参加。在礼拜3我们要召开第2次的长执会，也请新就任的执事陈宝元弟兄还有李新天弟兄能够一起来参与。那愿主来保守我们在礼拜3的新家人关怀学校，我们门徒训练顺延1周。那在8月24号、25号，我们教会也要举办这个野外礼拜那我们也请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周报里面的夹页，有我们相关的活动内容。
那如果你愿意的因为为了要能够住宿方面的统计所以我们必须要在3月份，我们就要能够稍微能够统计大致上的人数，所以请各位能够稍微先把时间预定出来啦那我觉得你可以先预定，然后呢，到时候如果你时间上不方便，到时候再请你能够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那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留意一下。那我们在下个礼拜6也请我们的小会长老跟执事的长执会的相关的议事录，也请同工能够准时去与会参加。那如果你是长执同工的，我们在3月17号有这个长执联谊会，这是台南中会所举办的第1次的季例会，也请大家能够注意如果你愿意的，也可以去我们的公布栏做填写登记。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必须要能够去培养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培养热忱的教会文化。那教会的文化，什么是热忱的教会文化？那我觉得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要如何在教会里面不断成长，对不对？甚至你的生命会充满喜乐，你得到真理嘛生命不断成长，而且呢，凡事荣耀上帝。我觉得这是我在信仰的道路上我觉得最不容易的就是这3个目标生命要不断成长，可是有很多苦难有很多憧憬冲突，可是呢，神却让我们在苦难当中充满着喜乐的盼望，而且能够凡事依然可以荣耀神，这是最不容易的。所以呢，我觉得要拥有一个不断成长、充满喜乐、凡事荣耀上帝，并且还能够把人带进教会，这样的教会必须要拥有什么？什么文化？第一个，人要有热忱对不对？如果你侍奉你的服务在教会服务每次那个脸都这样愁眉苦脸，对不对？然后感觉好像很无辜一样，那是牧师叫我来的，那是谁要我做的？那我宁可你不要做。其实牧师都觉得长执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职分，它是一个神透过弟兄姐妹把你选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他必须要有非常对上帝的热忱，而且他对每一项事物跟服务性的工作，他都要面对极大的挑战。就是他要面对什么挑战？他个人生命的问题。所以人必须要有热忱。第二个，敬畏上帝、敬拜神、亲近神，必须要有什么？要有活力的热忱，不是吗？如果你对上帝没有那种热忱，我觉得你好像也来教会就是来睡觉的呢。对不对？感觉哇，这人气还不错灯光、音乐、声音效果，然后牧师的声音又蛮有磁性的，听着都还蛮想睡觉的。真的，所以声音可以让我再小一点点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敬畏上帝、亲近神，我们要有活力的热忱，甚至还有什么？我们的生活，我们得到真理，当我们把福音带回去的时候，去生活，到底有没有福音在你的生活里面？什么叫福音在你的生活里面？也就是你的生活行动能力会有积极的热情所以为什么牧师会时常讲说回到你家里我很喜欢去你们家探访。我去人家家里，我很喜欢看到底你家里怎么在整理的，你怎么在打理你的环境？因为我们从环境就可以看出里面住的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他的生命有没有热忱的态度在面对他的生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必须要打造的文化，就是除了做事情要有热忱，敬畏上帝也要有热忱，连传福音、生活、生命都要有热忱。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弟兄姐妹看一下，你有热忱吗？你要有热忱，跟他讲说你要有热情，你要有热情你要有热情。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影片这是牧师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好，这是一位在台南一间12时教会中间这一位，他94岁阿嬷你有没有发现他看起来不像94岁，他看起来大概70几岁的感觉，有没有？他94岁，不简单94岁阿姑你也未70岁吧？
哦，你还没70岁，茫看起来那就会80几岁哦，蒙住文调别赛哦，所以牧师，当我看到这位姐妹的时候，当我去这间教会分享做见证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位姐妹，我的心真的流目屎。我流目屎，我流目屎是啥？我看到的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年龄根本就还没有到达要去见主面的时候，可是我们的生命却像要见主面的样子。什么叫见主面？你觉得你敢见主面吗？要见主面是要交账的呢，不是你要见主面，我终于可以脱离世上的困难了，不是，是我们要对自己的生命有负责的心。所以根据不断成长复兴的教会，在激发信徒的热忱里面的实践经验里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教会里面所有的侍奉互动的关系，第一要紧就是要学习热忱的生命行动。所以不要跟我讲，牧师，我要学习谦卑的心。热忱对我来讲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礼拜牧师去探访，有一位姐妹，她问我一句话，她说：“牧师，这句话如果你可以回答我，我就决定会去你们教会受洗。”我就说 ：“No， 受洗不是这样，受洗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问我的问题，我乐意跟你分享我的感受。”他问我一句话，他问说：“牧师，蔡英文总统他曾经说过，谦卑再谦卑。我想要问你，这个‘在’是什么意思？”我当时候就 shock， 主啊，帮助我，让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就说第一个谦卑不是真正的谦卑。人都会有一个想法，认为什么是谦卑，可是你做出来真的谦卑吗？并不是，你是在逃避，对不对？你逃避，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这么做，这么做好像是张扬自己、高举自己，所以我要更谦卑一点。所以 no， 这个东西我还没有办法做，所以我不能做。你以为这是谦卑，可是这是逃避。所以我认为第一个谦卑不是谦卑。所以这个在，当你知道自己的软弱，这个谦卑不是谦卑的时候，你会知道靠主有得以刚强壮胆的能力，你会知道怎么样更多的谦卑的生命。所以当这位姐妹当听完牧师讲话的时候，她马上拿起纸，马上去写。我觉得感谢主，她有感动，因为这位姐妹有说过，她说她很容易忘记。可是当他觉得好的事情，他就会赶快拿起纸跟笔，赶快写下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问各位：你服侍神、认识神的道路上，不管你认识多少年，我想要问你：你对上帝有热忱吗？中南，你除了对音乐、贝斯、对乐器的喜好，你对这份信仰里面的上帝，你有热忱吗？你爱主吗？你爱这位你看不见，可是他却一直在你身边陪伴你的上帝吗？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人基督徒一直都在面对这个问题。诗篇40篇1到4节，他这样说：“我曾热切等候耶和华，他就转向我，垂听我的呼求。他把我从悲惨的坑里，从泥沼里，我从泥沼中拉上来。”使我双脚立在岩山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把新歌放在我口中，这个新歌是上帝的救恩，好像是新歌一样，在每一个天在诉说着，就是对我们神的赞美。许多人看见就敬畏，并且要倚靠耶和华。我不知道你对上帝的救恩，你领受到有没有像这诗人所说的？那个新歌在你的口中不断的诉说上帝的荣美，而说出赞美，对上帝赞美的声音。这个就是神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要如何依靠上帝。所以那依靠耶和华的，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谎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鼓励每一位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还有每一个同工。我们服侍神绝对不是看 kimoji，
不要。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就如刚刚牧师说的，谦卑再谦卑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读经是我们基督徒对上帝什么说话，对不对？我们去读上帝对我们说的话了。那祷告呢，就是我们向神说话，很简单。那到底我们祷告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们要先了解。第一个，祷告，我们今天我们要探讨，我们要培养一个教会的好的文化，热忱的教会文化，要从祷告要有热忱，对不对？那我们要先来了解啊，祷告，我们跟神说话有没有热忱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很多层面哦。第一个，我们跟上帝有没有正常的交通互动关系啊？第一个，你说你有在祷告，可是看你的行为很多方面，你好像都是靠自己，那看得出来哦，这个就是与神没有正常的交通关系啦，这样懂吗？所以你去看一个人，他的行为、他的做法，他在面对人、面对事物，好像都是靠自己的情绪，那你就会了解，他跟神的祷告的关系是没有的。好，第二个，他领受上面来的能力，这个要注意哦。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人他会不会去祷告、求告神，而让他重新在那困难当中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牧者最时常在遇到，无论是在牧会上面，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有破口的时候，我们也有软弱，我们牧师也会有情绪呢。每次我只要情绪一来的时候，我都在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有没有领受上面来的能力？不是靠自己，你要更加的委身，更加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且你要去寻求神的心意。祷告，当我们向神说话，我们要去明白到底神要对我们说什么。除了神要给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让我们改变，但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我们要配合上帝的计划。很多人他祷告说这间教会我不爱去这间教会啊，因为这间教会不是上帝的教会，没有上帝的声音。你觉得这样对吗？可不可以？其实非常危险的，我不敢这么讲。我宁愿会说神给我的感动不在这里，但是我绝对不能说这间教会不是没有神的声音，不能，那很危险。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有没有去配合上帝的教会在祷告里面哦。祷告里面不是为了上帝人，你来改变这一个人。我要想说，神啊，这个人他对我所说的话，是上帝你的心意吗？如果这不是属神的心意，那我会先到他的面前去怎么样？去跟他 talk。但是牧师绝对不希望我们同工是用绕跑的。我要告诉各位，当你绕跑的时候，绝对不是配合上帝的计划。最后，胜过惧怕，产生信心勇气啊。牧师的经历里面其实我不敢说我的人际关系非常十全十美，因为每做一项举动，多多少少别人都会有所误解。我跟我太太，我跟我的孩子，很多时候讲话就是我有误解，他误会你的意思，你也传递错误。所以很多时候这种都是需要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在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信心跟勇气。其实从古至今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凡被上帝所重用的人都是必须要从哪里做开始？注意，我再讲一次，凡被上帝所重用的人，都是从哪里做开始的？你们晓得吗？跟你旁边的人说，祷告就是祷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去改变一件事情的发生，可是唯有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们的心重新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今天我们要看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11章5到8节。耶稣又说，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好，这段话是耶稣在面对门徒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的故事。这个关系你会觉得感觉好像怪怪的，到底耶稣在传递什么？我们要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里面呢。半夜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哪一个朋友半夜巴勒斯坦当时那他们的地区是非常天气炎热的，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都是在晚上走路了，走到他要去的地点。所以呢，三更半夜有人来吵为了要借3个饼这实际上是一个不近情理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耶稣他特别把这个情境故事讲说，在这种不近情理的故事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的祷告有没有像是这样？有没有？好像也是哦。有人在祷告很不近情理哦，会不会？明明上帝就给你很平安，明明上帝给你了很多，可是你总是觉得上帝好像都没有在听你祷告。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人？有啊。明明你自己都可以3餐温饱，可是你还是欲求不满，说上帝啊，我还要更多。有没有这种人？也有。这是不是不近情理？是。所以有很多人在祷告里面，我们就像耶稣所讲的那样。可是问题来了，你说那如果难道我们都不能求这些事情吗？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里面他讲到说，接待客旅，它实际上是犹太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德了，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像我们的教会现在最近我们的弟兄姐妹像很多弟兄姐妹朋友牧师也收到很多弟兄姐妹朋友偶尔就会说，哎，牧师，你的孩子这个车子是我在哪里捡到的他跟你分享。上次也去捡到说，牧师你喜欢钓鱼我跟你讲，我捡到了一个钓竿，还有那个卷线器真的很奇妙。还有人怎么样？他家里有很多他自己可能一个人没有办法消化的那一些产品，他直接就拿来教会都有分享。所以我们要了解，接待客旅对圣经来讲，它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接待别人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朋友，上帝是不是你的朋友？他是不是就像他会接待客人一样那种热情？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那人在里面回答，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有这个朋友，他看到这个朋友来求他，可是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为他摆上的。那人在里面回答说：啊，你卖搞我交叉不要吵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也跟我在床上睡觉了，我不能给你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注意是照着他所需要的给他，不是你想要什么就有，但是情辞要迫切。他讲到是情辞迫切，那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祷告有没有像这样子在祷告啊？有没有啊？好像长老教会比较不会。长老教会我牧师不是讲的是情调那种祷告的那种大小声，不是牧师在讲的是说，我们每次为了一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好好祷告？有没有好好祷告？基督徒常常会因为祷告当中对上帝恳求的时间，我们会觉得怎么样？恳求的时间机会太少了，我太忙了，我还要工作，我什么事情忙都忙不完了，我哪里还有时间祷告？所以祷告大部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都像是什么？填空啊，反正我有空了，我再来祷告了。可是我觉得耶稣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今天是需要那3个饼，是对你来讲是非常需要迫切的，可是你也不想求，你也不祷告，你觉得神会给你吗？耶稣就在讲这个故事。
我要跟各位分享，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提醒我们要如何学习祷告跟神求。耶利米书33章1到3节说，耶利米还求在护卫兵的院内，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最后这句话我非常喜欢。每次牧师只要可能在遇到冲突、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其实不晓得，奇怪，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会闹得如此大？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牧师也没有想那么多，可是却有时候会被人家误会。可是被误会了又能怎么办？该道歉也道歉了，可是人家没有办法理解。我就在想，主啊，唯有你怜悯，只有你怜悯。我们求告神，神会把又大又难的事怎么样指示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历史上发生过一个故事。亚历山大国王他手下有一个人，他来求他一笔，他有需要还一笔这个款项所以他来求这个亚历山大国王来解除，帮助他能够解除他女儿的这个婚约啦。那这个皇帝呢，就答应他这个求告他的人这个他就跟这个财务长他就去找他的财务长管这个财务的大臣跟他讲说我旁边有一个手下他有这个需要了这个财务长他就认为说国王这个款项太大了我觉得国王你不要这么做，足够就好了，你要减少这个款项。这个亚历山大国王他就说 no 不行，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因为我喜欢这个手下，因为他尊崇我，把我当作国王看待，我要让他知道我是富有的，我是慷慨的。同样的，各位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概念？我要请问各位，当你侍奉神，当你在服侍上帝的禾场里面遇到冲突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神难道不是告诉我们，就要如同这位手下一样，我有需要，我要来求。所以，当你跟神求的时候，神会不会给你？神会给你。所以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就是要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是何等大的罪人，我是何等的不足，在这件事情上，求你帮助我，让我明白你要教导我的功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非常高兴，当我们每次在祷告当中，上帝他是仁爱仁慈的神，他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所以祷告不困难。首先，你必须要了解，你学习在上帝的面前，你有没有认罪悔改？你知道认罪悔改是什么吗？为什么要认罪悔改？认什么罪？我又没杀人放火，我认什么罪？对不对，钟兰？我又没偷我爸爸的钱，我也没做什么坏事，为什么我要认罪？我简单跟大家分享，认罪就是你明知道什么是好的，你应该要试着去改变自己的心，可是你却不愿意，那就是罪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求告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学习跟神恳求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单纯我要什么我就求什么，而单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祷告。我觉得神会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会把关系怎么样重新建立起来。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祷告为要建立和睦的关系，祷告为要建立和睦。牧师有很多的经历感触非常深。当神让我们看见冲突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真的，我们缺乏祷告。包含牧师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每次我只要在跟牧师吵架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都没有用祷告的心啊，在面对事情啊，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对不对？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祷告的心会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9章27到29节，耶稣他从那里往前走，有2个盲人跟着他喊着说：“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注意哦，耶稣进了屋子，盲人就来到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我要问各位，2个盲人，他们怎么知道耶稣来了？他们看不见了。请问一下，这2个盲人为什么他们知道耶稣来了？啊？因为他听见主的声音。一个要到神的面前，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一定要先学习懂得去听主的声音。如果你不懂得听主的声音，你在祷告，你也没有在想到底什么是主的声音，你的祷告是不蒙主的垂听啊，这样懂了吗？你一定要去听见主的声音，就像这2个盲人一样，我们就像盲人一样，我们在祷告就像盲人一样。你就是因为盲人，你才会需要主嘛，才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嘛。所以他说：“大卫之子，可怜我们吧！主啊，我知道你来了。”耶稣进了屋里面，盲人就来到他的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耶稣他把这个成就改变的事情交到谁身上？这2个盲人身上。他们说什么？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什么？来看一下。他不是说好了，没有，耶稣没有这样讲。他说：“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大桥教会从建堂到如今，有多少个信徒因为冲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离开神？有吗？没有。都还是一样在主的面前，只不过换了不同教会而已。可是上帝有没有照着这些离开人的他的信心成就，我不晓得。但是有一件事情，牧师敢肯定的是，每一个留在教会里面一起经历过这个开垦动作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神会照着我们的信心成就未来大桥教会神所要成就的大事，不是我的大事，是神要成就的。我们的教会要建立什么教会？你们觉得牧师都在传递什么讯息？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什么？祷告的什么？热忱哦，不是祷告而已哦，祷告要热忱。所以这个什么？成龙准备要毕业嘛，还有半年的时间，牧师最近也都时常跟他讲要祷告，常祷告。我们时常跟他在一起，不单单只是陪他玩哦，跟他建立关系哦。牧师更期待我们都能够一起好好为他祷告，为彼此祷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金慧姐也说，这位朋友会来嘛，对不对？可是他没有来，那我们就怎么样？祷告，对不对？不用怕，就是祷告。神他不会因为他没有来，我知道，可是他要来，我们要怎么样？要祷告。其实不是做什么预备，要怎么样那个婆啦，不是啦，要怎么招待他，不是啦。神要我们做的就是为他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会照着我们的信心成就很多的大事。所以信心的恳求越多，生命的获得就越多了。阿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可以推动上帝那奇妙大能的主的双手，这是我一直相信的事情。所以也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热切的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听到主的声音，内在的心理、心态、生命的行动，我们要一起来了解。所以我们祷告祈求上帝，需要在生活当中带出对传递福音的热切感，要不要？对吗？你的声音要不要？你的生命要不要福音？要啊！如果你祷告，那每次祷告就好像交差了事我例行性动作，
我告诉你，福音不会在你身上彰显出来。甚至呢，你要祷告，一定要得着生活工作的胜利感，对吗？你就是有问题、有状况嘛。如果你祷告没有办法得着胜利，那你干嘛祷告？这个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事情啊。最后，情绪跟生命力要怎么样？要能够延续到你的生活、社会服务上面。所以牧师很鼓励各位，每一个进到教会听福音、听真理的基督徒，一定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要有见证，好，不要随便。好，那上个礼拜我们接下来几号要比赛啊？排球比赛，3月9号是不是？下个礼拜6我们这个中华路教会有举办一个教会的排球比赛了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礼拜天跟这些朋友我们的教会青年去练习。那我们在练习当中我发现排球有3个动作。好，这是我跟同工在分享说，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练习就是发球。什么是发球？发球叫做每一个人要有主动出击能力的。你面对你的生活，面对你的信仰，面对你的难处，你有没有主动出击？你要热忱的祷告你要主动呢。你从现在开始，你不敢大声祷告，你就学习大声祷告嘛，发球嘛，对不对？勇敢的走出去试看看嘛。好，你不敢带着别人祷告，你就试看看嘛。发球很重要，因为你不发球，人家没有办法跟你，你没有办法抵抗啊。对不对？每次都是人家发球，你知道什么叫做每次人家发球吗？在排球场上，如果每次都是人家发球，代表什么？你都是输的啦。因为你都是输的，才是球权在别人那边呢。这样懂吗？唯有成为一个你可以主动出击的人，代表我们在与魔鬼撒旦的对抗当中，我们是胜利的。所以发球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接球，哎呀来了。不管怎么样，球场上我们在比赛就是要接球。如果你不接球，哎呀，你接，哎呀，他接，我告诉你，他就怎么样？这比赛你永远都是输的。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要学习去接球。每一个人有什么反应没关系，你就接嘛，接了不好没关系嘛，求主怜悯嘛。所以生命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怎么样？好难过。我不想做了。牧师曾经有这个过程。我们做牧者在过去的教会，我也曾经因为这样而跌倒。因为人家觉得说牧师你根本就看起来太年轻了，没有能力，然后讲的话让你很受伤。我说好吧，那不然就走吧。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是不知道怎么去接球的人。我应该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要靠主得刚强。所以接球重不重要？重要。我们不仅要发球，成为一个我是胜利者一方，我还要懂得别人也会对我们发球，打回来的球我可以接球。最后，我觉得要比赛，牧师期待我们接下来要练习不管明天有练习还是下礼拜要去打球我们要互相喊声啊。为什么要喊声？每一次我们在打球，最多常看见就是比较会打的，我们就让他去接，让他去打。可是有些时候球每次都在他那边吗？好像应该不是吧？球应该偶尔也会突然间跑来你这边嘛。我记得上个礼拜突然间对方那国中生发了一球很强的球，突然间打到谁身上？子轩身上，砰一声哇！大家都吓到说有没有怎样？但是大家也在那边欢乐当中嬉笑度过。可是我看到是什么？看到的是，如果当每一个人会开始去喊声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不是球来了，嘿，跑开来，嘿，闪开来，大家是觉得，我来，我来，我可以，我来。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合场上，虽然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要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承接神所给我们胜利的比赛。你的生命有没有得着上帝赏赐的能力恩典？有吗？但是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更多操练祷告，更多热忱的祷告，求主来兼顾我们的心智所以呢，牧师用几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祷告必须要提出祷告，要主动出击要怎么样？
要能够落实祷告哦，你要去解决问题哦。如果你的祷告没有在解决问题哈，你没有办法接球了，这样懂吗？很多基督徒都说他有祷告，可是每次我看到他哦，病恹恹，每次都是病恹恹哦，没有改变呐。那没有改变就是没有接球啊。到底他有没有在祷告啊？落实祷告很重要。最后，协力祷告。所以现在教会不是要做这个中保代祷吗？好，我鼓励你，真的每一个人都拿回去，你好好去想看看，在灵修、在安静里面去祷告，去把它写下来，谁需要代祷？好，为他祝福。在祷告当中，我们一起做协力祷告的工作。好，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建造一个属神合心意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灵里面感受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了解明白，当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面前更多的祈求，我们相信我们要得着，我们要更多的寻找，我们也要寻见。当我们向主你叩门，你也要为我们开门。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渺茫的基督徒，不知道我们该走向哪一个地方去。让我们学习透过更多热切的祷告，学习操练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明白神心意的人。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斥着神你的爱与恩典。让我们学习把这份热情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见证神的作为。现在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恳求与感谢，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建构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是充满热忱、充满对主的爱、对人的爱，能够为主发光发热的教会。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